後來鄉親啊，繼續來看無人機產業發展的議題。朝野立法院是再度來對立。南北兩黨今仔日喺議會聯手，甲民進黨立委莊家彬所提出的無人載具產業創建特別條例的這個草案，甲退回到定數委員會。莊家彬質疑在野黨一面講要來挺無人機的產業，但是另外一方面卻封殺掉相關的草案。這回來聽伊的講法。為什麼藍白口口聲聲說支持無人機，卻要封殺無人機專法？我們不禁懷疑藍白說一套做又一套。如果藍白真的站在台灣的立場，我們希望歡迎競爭。如果覺得我們提的條例不夠好，那希望呢不怕比較，你們也提出國眾黨的版本，我們讓無人機專法，讓無人載具產業能夠有機會在立法院來找出一部最好的法令，讓產業界來適用。莊家彬甲南北兩黨來話話，愛提出着更加完善的草案，並不是直接來封殺。民眾黨回應講，莊家彬提出的草案，這個預算無上限，恐驚違反着財政的紀律，才會決議退回，重新來檢討。